嘅下午，陽光普照，觀眾何先生原本諗住影低窗外嘅風景，點知俾佢捕捉到一個驚險嘅場面。zoom埋啲睇下先嚇，喺深水埗密密麻麻嘅大廈當中，竟然有人踎喺大廈頂，用一啲懷疑係隔熱墊嘅嘢鋪喺樓頂上面。再望真啲啊，佢係一條安全帶都冇攬嘅喎。現場足足有成10幾樓咁高，唔止冇圍欄，仲要斜斜地。哇！如果呢位哥哥再退後一步，咪隨時會變空中飛人。8月10號，河南輝縣市上百里一條瀑布，有大批遊客喺度觀光打卡。點知突然畫風一變，大家跑得咁快去邊呢？原來係為咗避開呢個危險瞬間。大量石頭由瀑布上方滾落，濺起巨大水花。哇！喺瀑布打卡嘅遊客落荒而逃，而原本停喺路邊嘅車都立即駛走，場面係非常之混亂㗎。好彩今次嘅意外係冇造成任何傷亡。8月12號夜晚8點36分，一對母子過緊馬路。咦？點解行行下又唔行嘅？原來係仔仔扭計唔願行，仲躺平喺馬路中心發脾氣。媽媽見搞佢唔掂啦，索性自己先過馬路。正喺呢個時候，一架私家車右轉駛入，唔知佢係唔係見唔到地下有小朋友，還是以為自己可以避開佢，竟然繼續前行。前屋似乎揩唔到佢，不過後碌係剪過咗男童嘅頭部，佢似乎因為覺得痛而掙扎。呢個時候，佢媽媽先跑翻轉頭扶起佢，但係影片影到呢一度就完咗，未知男童傷勢係點，希望佢吉人天相。8月6號下午大約1點，一架私家車沿住元朗朗天路行駛期間，前方突然有隻狗喺馬路上逆線跑近，車 cam 司機立即減慢速度啦，以為狗仔可以避過一劫，點知慢鏡睇一次，狗仔懷疑受驚跑向右線，點知就俾一架白色車撞到飛去幾米外，狗仔奄奄一息。而尾隨嘅黑色7人車亦都因為收掣不及，撞向已經停低嘅白色車。事後警方證實狗仔當場死亡，而兩架車嘅司機亦都受咗傷，要送院治理。一位阿根廷少女喺屋企廚房拍攝煮食示範片嗰陣，攝影機就捕捉到呢一個千鈞一髮嘅瞬間。慢動作睇多次，少女將食物倒入煲之後，個煲就隨即冒煙，之後更加爆出火焰，火勢猛烈，直衝天花。呢位少女又點會諗到煮餐飯竟然隨時會攞佢命？實驗人員用繩吊起急凍火雞，將佢慢慢放落一桶正喺度不斷加熱嘅滾油。當火雞接觸到油面，就瞬間冒出大量白煙，唔使1秒鐘就發生爆炸，火勢直捲天花，連地板都被波及。只係短短幾秒間嘅瞬間，就由炸火雞變成咗炸廚房。喺一個內地遊樂場，有幾個細路喺度蕩緊千秋，玩得好開心啊！其中一個男仔仲興奮到咧，企喺千秋上面，點知就發生咗以下觸目驚心嘅一幕。慢鏡睇多次。白衫男仔突然甩手打咗個空翻，雖然一度掹翻住，但係始終都唔夠力，成個人跌咗落地，再俾千秋撞飛。好彩嘅係佢就未至於失去意識，只係摸住右腳大喊。哇！剛才個畫面係非常之危險嗱，好彩個小朋友最尾都喐到啊！但係都想知道有冇類似因為玩千秋而發生嘅致命意外呢？其實都有嘅，喺22年咧，上海嘅一個小區入邊咧，呢個遊樂場度有個女童叫做小英，佢同朋友一齊玩緊千秋，咁佢嘅家長咧就喺附近傾緊偈啦，咁都發生咗個致命嘅意外嘅。Suppose 咧佢嘅千秋咧佢就要坐喺度嘅，但係嗰陣時候咧佢就太興奮就企咗起身，OK， 跟住個千秋咧仲要越盪就越高。嗱，期間咧佢就跣咗手啊，從千秋跌咗落地面，先俾咧就千秋嘅底部啊擊中頭部，跟住頭部亦都卡咗喺千秋同埋地面之間啊！家長見到立即報警送院救治，可惜最終係證實不治嘅。而家見到千秋咧都有啲驚，我都唔係好敢俾我女去玩啊！我太驚啦，實在。嗱，其實玩千秋同時啊都要了解下一啲咧潛在嘅危機。喺呢一刻，
我哋又請專家同我哋分析一下先咧。我哋可以咧睇成呢個千秋三人組嘅組合，盪千秋啦。你千秋盪去右手邊，右手邊幾高，咁佢會沿路盪翻去左手邊幾高，我哋叫做能量嘅守恆。但係呢個千秋三人組咧，因為佢哋咧一路發千秋嘅時候咧，佢一路加力，越發越高，高到咧瘦嗰個小朋友咧，佢個身位咧高過嗰個橫梁。你見到高過橫梁，係千秋發嘅時候咧，一啲弧形嘅發出嚟嘅。咁因為佢甩手嘅時候咧，佢嗰個運行嘅軌道咧就會直去㗎啦。但係問題因為我哋有地心吸力，所以咧佢有曲線咁落地啦。係佢跌出千秋中間嘅距離咧，大約係2米度。咁你估計到咧，飛出嚟嘅速度咧係每秒係2.5米。咁如果你下邊擺啲箭竹喺地下，我估大約5米乘5米嘅箭竹喺嗰個千秋架下邊會安全少少咯。哦，OK。咁千秋有冇可能發到360度㗎？我覺得唔可能啦，相當嘅速度先可以做到呢個360度嘅運動咯。香港嗰啲設計咧就似乎咧就安全啲，我覺得。點解咧？因為香港咧嗰個位啊，上邊有啲鏈綁住嘅，嗰啲鏈咧就唔係咁堅挺啊，即係發唔起啊。如果發唔起嘅時候，嗰個幅度咪細咯。咁你其實你留意到咧，嗰條鏈上邊仲有個少少嘅設計嘅，咁所以喺嗰度咧已經減低咗你嗰個揈嗰個能量㗎啦。咁所以咧係特別安全，我覺得。我頭先試玩嘅千秋，淨係咁推咧，其實佢嘅幅度係幾大嘅。但係當我坐上去咧，其實佢去到某一個位就會停咗喺嗰度噶啦。左右幅度咧都係好細嘅。企上去咧，其實仲難盪得高，因為我隻腳咧其實發唔到力。我頭先都度過地下遠戰嘅範圍啦，都係好大，所以其實玩呢個千秋都算係安全嘅。